再嚟每日隨機鎖匙盤，我哋今日睇呢個。今日我哋嚟睇一間都會站同時間放賣同放租嘅3房套房。首先入嚟我哋睇到個洗手間先，咁業主做晒全屋重新裝修，連浴缸都重新翻新過。其後出翻嚟走廊位置，業主喺門口整咗個大嘅鞋櫃。之後廚房方面亦都有做過重新裝修。然後睇翻客飯廳位置，有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，亦都整咗一個特色牆。喺另一個角度再睇，業主原來喺門口嘅大櫃度整咗2個焗爐同微波爐。其後我哋去一去房間方面再睇睇。首先睇到主人房，單位係有個主人房加主人套廁嘅。咁全屋嘅分體式冷氣機都有重新裝修，亦都有整個新嘅家私。然後喺套廁方面亦都內有乾坤，轉咗一個企缸嘅設計，同埋重新裝修換過晒啲燈飾。跟住我哋去埋另外2個房間，業主整咗地台床，同埋一個單人床之外，同埋有個大嘅衣櫃。望翻出去嘅景觀十分開揚，單位採光十分充足。去埋另一個第3間房間，亦都係整咗地台床同埋大嘅衣櫃。我哋可以睇下第3間房嘅景觀，望翻山景同埋學校方向十分清幽。